另外，咱来关心台电总经理王耀庭伫20日时，伊是雄雄对外宣布伊要请辞。昨昏台电有召开记者会，王耀庭嘛有来，伊是表示伊会请辞，伊会讲要辞，是因为毋甘当人互外界骂。伊讲讨厌台电的议题，即马变做政治相达的工具。若尾安尼，是因为台电工会希望伊会当继续留落来，伊才决定讲要继续留落来拼。王耀庭嘛强调讲，无论谁来做，拢无法度避免停电的问题。若记者会顶悬话才讲煞，昨下晡桃园阁停电。桃园的小林国游乐园离中道雄雄失电，为娱乐设施设的长站，加在园区发电机设施，游客则无受影响。我出来看是都停掉了，很怕就是摩天轮会有没有人。不过我们过去看是都没有。虽然台电赶紧伫7分钟内恢复用电，不过最近桃园直直失电已经造成民众的困扰。回顾这几天，20对新路991号失电，18号3件失电，上长是失电7点钟，17伫平镇嘛有3000外户失电，16伫中立甲鼓山又阁失电，计共有1万户以上失电。直直失电，互台电变作臭头鸟厝。台电总经理王耀庭伫25武警提出辞职书。很难过。提出辞职书了后第3天，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开记者会，伊后甜讲会离开是无忍心看到台电的同事和外界黑白骂，才离职来保护同事。面对行政院长等各界慰留，王耀庭讲伊会留来负责。如果你这时候离开，不但曲解不会停止，恶意的揣测还会更多。我在这边，我还是留下来跟同仁一起奋斗。打拼。王耀庭讲，伊讨厌台电用当作政治工具，嘛提出数据显示，台电最近10年已经甲失电的次数减70%。伊讲失电哪车失的，不管谁来使拢同款。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，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，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必然发生。就像你开车，可以保证这台车在路上走不会停电吗？不会抛锚吗？针对水源台电4个机组同时阵出问题，台电最后启用数量反应措施，一度电上悬是12块，向企业买电。王耀庭讲，迄天拢总开2450万买电，伊讲平均一度是5块1。行政院长顶各界嘛希望王耀庭会当留落来。我希望他能够任怨任劳继续为台电为台湾的电力的供应来努力。我也请这个经济部呢务必要大力的来慰留。最近台湾直直失电，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澄清，实质和经济部长也是处长拢无关系。对着外口的口水，伊无惊，继续会和同事做伙拍拼。也若是未来要留落来，还是要离开，会留新内阁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